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這係咩嚇？那我覺得真一打，這係咩物件？哦，喂，聽個底，唔知講，這是我 heater。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啷，都都來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哈，啷問講聽，兩禮拜這個三百不拉真嚟講，我都了咗哈，佢就講個 celebrate bright，聽見人講係咩啊？放假季，人嘅放假季，人 QQ 嘅人嘅放假季，啲後尾個 rainbow，了這個禮拜咧，我個接落去講嘅，我知啦，頂一禮拜講了兩節。兩禮拜佢冇教啊，佢突然嚟，佢就突然嚟另外就我唔是話3年 ，OK？ 你見可能嘅頭冇底嘢就嚟歡迎咧特別嘅邊三百不拉真歡迎，哎呦，我做乜變 Hello，大家好，嗨，哎呦，你話我上邊教你這個乜嘢啊？誒，你只聽到 because OK，我看你成啊，這是我個結拜嘅時候，我看你成，誒，我你話，但是喺度我個記得，OK，然後我看到成個你點報咪講話點點嘅呢？還是講話較細聲，唔想我嚟破嘅，因為那會面部，然後成個你成個較點嘅呢？無成日我哋亂，安尼搞講搞破嘅，所以變做我想講，你無咪愛講話，特別話講起來，你話搞講多謝哦，啊，我講謝謝，誒，你做嚟乜成日直話講嘅嚇？我 actually 我會曉教啊講話咯，成日教每問題嘛，有個人哦，伊哦是，OK，幫你了，你愛伊 expect 哦哦你講哦，話，你家己講出來嘅了，我袂啊，我特我搞別愛有人 interact 拖。教我，我對特別人哦，拖，學你拖接所以來。你講是會講特別，你特別有人想人拖你出來，你唔是講係咪咁咪講出來，反特別你是看到嘅人會講嘅人，你就會講緊這哦。誒，是咯，看到嘅啦，我有人看喎，哎喲，我成個特對啦，別其實咱較早嘅，其實咱較早嘅時，這是我大行講。伊講 I waited that 啊，day after the second episode. I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continue macam TVB 緊張伊講。喲，冇大行，感謝，冇大行到啲英國，所以點識個人應該差唔多。哦，hello，hello，冇大行了有老師嘅人看喎，唔知轉個轉，我看到現條錄音嘅人甲我講者，哎呀，you Facebook 我實未記 update，但係有，所以應該 我 Facebook Facebook，冇人看，這是冇大行到啲YouTube 去看嘢講。所以緊張啊！嗬，即係禮拜，等我想下，你話人頭我底戲啊，等陣看者講埋你頭我隻先，你一所在都冇我想講講，喎，嚇，是咯，冇想，我兩禮拜整是唔是第一嚇，刀第一個 episode？actually 是我個整一個禮拜去加頭毛了嘅，哦，了我加頭毛是，我未加之前我頭毛咧長嘅嘛，搞加一邊。哦，正當你白一個頭長起啊，來是，是，啊，แล้ว伊個 hairstylist 伊真係有 attitude 誒，伊講，哎喲，安尼長紅險咪干呢啲啊，哦，拍生咯，都就，แล้ว講唔要緊啊，來佚佗咯，互你家己發 explore 揮者。係幾嚇，是，แล้วอีกโอเคแล้วอีกเขาว่าขวาจะ reference อีกเขา講一個 NFT 特別อีกเขา講了我唔知แล้วอี是中國人嚟อี哦，กเขา講90年代嘅金城武90年代金城武啊，係是唔是อีกเขา講90年？OK，我代嘅吹下。金城武金城武，哎呀，我不要他带金城武，就是 90s，因为咪咪咪哒哒哒哒，大概是係咪大概鬼嘅是金城金
稱呼名標破塔喺片看看，我除掉啦。OK，人嚟看隻聲，哦，跟住我係考慮就再搞就再看 OK，這是這大概是乜呀？唔是，這件嚇，哦，你是講90年代對大概是間嘅對事咯。對啊，對，啦，所以了解定時教慮就是你看係冇啊。佢直接伊教互我你看咯，แล้ว我講โอเคtapi 經常有安尼散嘛，แล้ว我甲跑淡薄，所以我們當今嘅變咗佚佗呢咯，呢喎，當今變咗呢，差唔多冇啦，即刻等咯。伊即個老阿嘛，哦，你是講這裡啊，伊這裡冇嚇，這裡安尼款呢哈哈這個哈，這個時候，這แล้ว時代後啊，安尼咯，那嚇，對，定住แล้ว伊有演一出戲嚇，叫安娜瑪德蓮娜。伊甲陳慧琳、郭富城做嘅一出戲。哦，anak mata咩啊？apa ya anak？anak mata，anda search。我 send WhatsApp 俾你啦，你看。OK OK，等我 WhatsApp 嘅 link 都唔知嘅，就等陣我開我 WhatsApp 先。anak Mataliana 係咪？等陣 OK，我看 WhatsApp。OK，我執到落去啊！哦 OK，鄧能節喲，咩鄧能節 OK，即 OK，哦，少少，對，แล้วอี講ว่าตีบาก嘅嘛，แล้วอี講แบบว่าการในความเนี่ยทำบอกให้รู้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การแล้ว because อะไรก็伊是中國人，你講對，อืมลูกแล้วลูกขวาอีกาของว่าไอ้สิ有下你 feel 咯，成個下你 即係個相，即 top 係 right 相， corner 即係嚇，即係算嚇，อี手紅機隻你看咯。哈哈，對，即個相，依家你看你小英嚟做 嗯 reference 了安尼咯，可以 style 者，，OK，水啊水，OK，我OK，嚇，即個相，我看即個相都定爭落禮拜頭冇，這是郭富城嚟，啲嘅。郭富城，當今這個紅我之間，即金城武，一個做戲個係冇咯，咪？伊無做戲啊，哇！你知我同你講過啊？唔知我個，I think 本來福建就係話講過，我係定到去讀大學時，我一朋友，伊個小不，伊個金城武到底台灣是大上一條街，所哇以伊甲伊啥去學堂嘅時啊。逐擺看到伊行過誒，等下一人講，佢幾個人講，即件名嚇，我會記，一句係嘅我袂記，頂一擺講，這是裝啊嚇，哇，只有個未困過啊，安尼嘛水咯，即件名我袂記啊，即件是，那甲人甲你講 bonjour，這是一句來我袂記啊，這。因為佢睇出是撞啊，攞 remind 我攞幫你名仔，用別人福建嘅名仔，所以我會記。老啊，這是袂使講 machine gun 係咩意思？機關槍，對，機關槍，這件是機關槍。但這件是到底就是機關槍。個這個文學幕這個別拍幕來。Hello，大家好，我切人看啊，其實咱較早哇，感動哦，未困過，感動，即係人就是個聽你故事嘛，所以我會猜論呢，教講話，所以咱們講啊，咱定節講到到落下，定節咱講到路去法國咯，講拄到一個大概路20幾歲人嗬。
20幾歲，20幾歲20幾歲人，30幾歲，30幾歲我講。無了，20幾歲20幾歲嚇，對。哦，了你嘅朋友啊，無了你厝內人成日真係無咩會接受呢？咯，是咯，แล้ว是伊本甲我講，因為仆成個伊actually 靠我啦，伊靠我嘅是，特別你再靠你，阿邊攞住落來到啲咧Facebook 唔係 Facebook，你叫做咩啊 ？Friendster 是都已經有一種你講 Friendster 成日感覺自己就老了，是不是？梗係 dinosaur 呢？所以你講伊到啲 Friendster 是。伊是對你有興趣咧嘛，特別你還是對伊有興趣淡薄本啊。就講你再講一來就是為咗你本來你已經在心裏面有是，在還是以後我感覺是安尼款咯，了伊直直甲我講，咩啊花言巧語安尼款嘅物件咯。佢說 flirt 淡薄啦，同你講。是。特別แล้วก็伊攏無成講到啲 online，你 because 攏交朋友，到啲 friends 們幾年2-3年啊，2年2-3年咯。แล้วweekend 嘅時間佢去 Skype 講話咯，有咯。แล้ว看到上個咧咯，video อันนี้款咯，แล้ว還是 webcam baru 加下咩啊？4倍ของ P 呢係嘛？四倍搞掉，七字狂啊，未出來過。你冇看到伊做伊面罩冇看到，是唔是？特別我知伊老啊啦，你知伊講我看袂到伊，我看袂到伊 definition 啊。未 high res 4K 個嘛。然後伊成間有一個 filter 嚟款嘅咯，成間下古伊人60年代時啊，伊人老嘅 actor 有照，伊變照咧嘛，伊人抹 Vaseline 去。你收音機頭整嘅抹布布嘅鏡下邊下抹 Vaseline 了啊。哇，水咯，然後是人哋咩咧？係被狂 P 呢嘛，一滴水。咁樣嚟乜水？對啊，แล้วในความนั้นแล้วอาศิบุญกองว่า不做工呀嘛ว่าresign因為ว่า喺你頭家บุญ成個半暝三更嘛喺度哭，แล้ว講係 team building meeting 係咪？對，即是佢特別嚟做。教協社應該特別你去吉隆坡嘅時，即係考嘅係。係是落就好咯。就好。係咯，แล้ว佢伊之前發覺南門嚟啊嘛，嚟邊嚟咯。然後佢咯啲鋪底會成大隻 service department，然後แล้ว出嚟機邊咯，แล้ว機邊嘅時OK伊是老啊啦，伊老啊嘅，แล้วว่าบุญเบกก็ expect เดี๋ยวจินจะ high expectation 嘛，สังการู้ใจหลาย回想รู้บ่可能講ไอ้只缺條會ไอ้อัน頭啊是蝦米無嘛，so OK 咯，介意用心成交朋友先咯，แล้ว所以你是伊是對你較有意思，你是想講哎呀把隻新款裝嚟啦。我迄時本我是感動着，actually 當然笑到對我 feel 到講我是感動着，แล้ว我是真正按照講啊，成個我感覺到有人講我成個我甲零笑แล้ว若講你來 approach 我，你會甲我講話啦。會感按怎講會感動到我是 OK，我會予你機會嘅。唔是講我本唔是講。你想王菲呢？你？是啊。是啊 ，I think 我 feel 到你 energy 就王菲嘅。是啊。我 feel 到你 energy 就王菲咯，你為我看到，為我若是你聽到，你感覺到。要掉。無啊，頂。
唔知我冇看，啊，伊冇聽冇查回來，本來福建，你今日起來做節目，你有爽嘅事呢，一間，笑死我，所以你แล้ว話飛，OK，所以你較特別，OK，所以伊成有保羅數到你本 OK 啦，แล้ว感動特別你 OK 感動是感動，但係我淡薄 OK，感動是感動，特別你有成個suka 伊成個伊 suka 你安尼講呢，還是阿妹個還是？บ่อยก็ว่าบาลูกาบัดอีมาแล้วฮัสสีว่าบุญจินจะสินว่าบุญโบกาจิ你冇得個人ว่า話是，有啦，你冇得個當哦當嘅哦哦，是，是講話無安尼大咯，只扣一頭都發覺飛過來嘛，แล้ว我 feel 到講話路feel 到真正也成日話本啲病掉咯，แล้วว่าบุญ feel 到講話伊安尼直嚟隨話講話，我們特別較 serious 嘛，你別使講安尼，成家人講為了路嚟這邊嚟咧。成日佚佗或者放領去無嘛，แล้ว伊就佇遐邊過日子咯，佇看檳榔看面咧咯，แล้ว無我迄時我未出來，未直直出來嘛，因為阮無做工啊，แล้ว若講我直出來話，我 parents 會話嘛，迄時。哦，所以我食驚嘅你家己一แล้ว人有別嘅朋友，你有去上班啦，是家己一人呢？OK，所以嗰時咧，我是感覺到講伊捌我，แล้ว伊冇甲我講伊捌幾個朋友馬來西亞嘅，特別無多檳榔啦，แล้ว我冇去每日嚟坐咯，แล้ว嗰時我係成日我冇啲病條啊嘛，我冇係咪去成個 focus 喺下邊，我家己啲 focus 我家己，แล้วแล้ว佢後本真正驚咯，驚找無工啊，啥物。แล้ว佢有時伊講一路 KL 一路新加坡看，แล้ว看我隊哦，แล้ว伊未看我咯，แล้ว講 OK 啊，會介落去，แล้ว對伊咯，แล้ว嗰時咧伊來這邊 Southeast Asia 嘅時候，伊真正文化腔嘅，你知我知，係文化腔搞啊，文化腔，頂佢啲，不頂佢啲擺時都有講者，所以如果伊淡薄文化腔是成個一隻物件啦，成日講安怎人，你講你喺厝呢關呢咩物件？伊落新加坡呢，伊上加真正腔調，伊講係咪數人安尼，數家起安尼管嘅 building 嘅係咪？แล้ว我講對人嚟講就係正常嘅嘛，嗱你看啦。係咪？你講第個咧嗬，即幾站？4站。嗰陣咯，你看下伊嗰陣咧後尾無 building 比較懸嘅嚇，咁แล้วเสร็จเนี่ย咁แล้วอันนี้看เนี่ย嚇，แล้วแล้ว佢伊講係咪數人人咧數間咧安尼起咧懸咧，梗係伊講唔是 normal 嘅物件咯，梗係無 normal，梗係無正常嘅物件，係咪？แล้ว講แล้ว伊無一道吼。食人嘅菜嘅，咱本地食伊無食嘅，伊規日去下一種食下咧Western food 嘅位食。唔是咧，海南 Western food 這個 job 啊？唔是，這是食上加下一種南乳沙你知哦嚇，安尼款嘅物件咯。แล้วอีถูก講人嘅 street food 梗係無hygiene係咪杜蘭咯，梗係杜蘭。所以你就未上來聽人講，真係爽啦，人嘅culture文化，แล้ว本條一時看到安尼款啦，แล้ว一時頭一擺出國你講伊，I mean 出嚟，我 feel 到講伊是頭一擺出國，我 feel 到講嚟亞洲第一擺咯，แล้ว伊就直直 criticize 呢物件咯，แล้ว 袂爽嘛，
แล้ว有時 feel 就講哇，梗係無好嘛咧，直直講人嘅國家，แล้ว我本今日對伊本是地倒來咯，所以無計講你濟啦。所以特別แล้ว少啦，直直聽 complain 嘅很。就今日對講伊個無下接朋友咯，แล้ว佢後伊落 KL 是本是上，伊本上咯，上未接受，伊個看到人落嚟 Petronas Tower 嘅掛，伊直頭搶掉伊無想講我愛去咯，看呢，去對面看無。無伊行關，哦，行關，哦แล้ว佢後，maybe 行關先。特別我問你，迄時候，伊講呢是，伊講你感覺到伊成個無咪會接受啊，無法唱啊，是伊來馬來西亞是落久啊是兩個月了喎，3個月。有啊，兩個月，伊大一年甲加大，哦，一哇，年甲加一個月打很淡薄了。久哦，啊，迄時伊個做工哦。OK，所以嗰時咧，我對到伊嘅時，我問伊應該冇問題㗎了嘛。你做蝦米啊？蝦米？你甲我講，OK，伊是蝦米啊？做 business consultant 嘅，嚟款物件。แล้ว佢後，我冇去問人哋做咯，因為我本唔知做蝦米嘅嘛。係咪意思？嚟款 係咪意思係 consulting 物件。你冇講就係我本唔領主呢？知。我今日知，因為有時聽到講consulting 物件，上加學顧問呢款物件了咯，因為無見每人嚟做嘛。然後我本想講OK，伊有一個 income 啊，是係咪？แล้วแล้ว妹咯，แล้ว伊本看伊開類本 OK 喎，上加要摘掉。伊有在調開嘅咯，แล้ว到後尾伊甲我講伊袂住佇東南亞，東南亞福建話安怎講啊？唔知東亞洲是可能咩東南亞是咩意思？東南亞是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洲啊，東南亞咯，東南亞咪東南亞咯。叫咩？所以伊袂咯，伊叫環冰。伊袂咯，แล้ว所以佢後比較少伊度伊伊搞袂走，แล้ว伊袂走，แล้ว伊問看我愛買過來。所以還是問你是唔是你頭一擺有想到要過去法國，是你已經較早有想到要過去法國喎？還是你心內面是想到啲馬來西亞會做事？啲馬來西亞做 design 誒款嘢咯，做啲แล้ว伊講愛過來，แล้ว講 OK，我袂曉法文，介了文袂曉，伊講對咯，你都袂好，แล้ว伊就送我去讀法文咯。到啲馬來西亞，到啲馬來西亞啲邊人都有睇學法文咧。Alliance Française 啊，嚇，倒落來，倒落去。伊是一個法文嘅，你在協河對面咯，有一條路特別是我同你講定住時，我看到一個 chat 啦，到底你講咩？伊講 C 是 chocolate 啊，鐘啊，是 chocolate 咩？我冇看到下咧，特別我特別想袂起。我試過係咪食？我睇到我袂記啊，我袂記啊。伊寫鐘嗎？是隻木啊，就係寫祖宗嘅鐘，是唔是鐘？是唔是 chocolate brown 意思？是啊，對啊。你知係咪是我袂記，我會被 recall 咯，因為人用華語甲了誒，四藍班、四中班，中我人無講 chocolate 誒。你鐘是咩 ？CHONG 啊？很八衝。很八藍，很八衝，很八靜。是，對。哎呀，有冇撲機？會記啊。咩數？咩嘅嚟？唔知係 something， 即係做咩 ？OK，冇啊 ，OK 啊，แล้ว四中
是種啊，แล้ว合到對面嗯大路嘛，嗯，過對面呢，有一個後細路彎入去嘅，แล้ว有一個法文嘅一個 center，哦，OK แล้ OK，วหลัง佢哋是叫 AF 咯，Alliance Française 叫咩番薯啊啊 A Alliance Alliance Français Alliance but in 哦 French รู้จัก Alliance Alliance อ่า OK อ่า哦 Alliance 係 ALLIANCE อ่า啊 Alliance เดี๋ยว Français OK right spelling ก็เสียงแต่嗯 พี่รู้ไอ้ว่านี่เที่ย pronunciation ว嘅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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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çaise Français 等陣我เดี๋ยว講頭毛嘅事啫 OK ไม่รู้我這是唔使講我有問佢都算是短滯㗎，冇淡薄啦，前責 interview 教 him 會，5 years later 十個年後ก่อนนี้เอา 然後這是哦，這是 Hello 喵喵，我未記小未記喵喵，你我知是就特別小未記，邊個叫咩什麼？你嘅八卦喂，你講somebody I like your long hair，或 why you cut hair 講，我見過係佢鬧鬼。會鬧鬼你做咩事要講？那個條仔都等於去頭毛啫，做咩事你想特別搞頭毛？你是等頭毛隻股啊，你冇散呢嚇？ actually ว่า係你等你成頭毛個都。咧我 feel 邊啲嘅人就係講講係嘛，人夾頭毛響隔地，就是講成個都係，你叫要幾時踏赤屎到啲我等嘅事。成個法國嘅呢啲頭毛成個都嘅呢款嚇，老拉掉老拉。唉冇啦ว่าให้你等頭毛 actually ว่า自康自年嘅時ว่าไอ้老啊แล้วเราก็จะปล่อยสิว่า嘛對ว่าactually OK ว่า actually 本手佢後ว่า老頭毛ว่า係有價值嘅馬來西亞人拍拖แล้ว哦，佢即是你對後佢咪你些時人咪講下邊個？冇ว่า係啲哦法國，OK。ว่า整兩年啊嘛ว่า一定要我對到你兩是年整幾時？人對佢只你係諗知係是幾時？係是自康。嚇死咯對哦嚇，OK，死自是你唔是康自年對佢即頭呢？你唔是對佢大即陣呢？舊年路對咗舊年有。我是舊年路舊年都對，第時對你還是 the 年 before 啊？不是 the 年 before，because 舊年我要對，我是我破病我記，然後較早一年，所以應該是2002年是我對到你對馬來西亞，咱去食咱去食迄個雞自康自年嚇對對咱個伊個水呢係你記嘅對就是我係我未記咩咩係ว่า start 老等頭毛對冇啲靠ว่า start 老等頭毛是因為ว่า係是本係站巴魯加本手嘛ที่ Paris แล้วว่าก็จะ Malaysian 拍拖แล้ว比如講你馬來西亞是到底 Paris 係本啊？伊會過來伊有可能大3個月安尼佢再飛轉去OK แล้วก็เอาก็เอาไว้เบแล้วปุ่นเนาะแล้ว我 feel 講 OK 會 try ก่อน因為當見本還是ปุ่น呀嘛我個 feel 就講OK single 單身了แล้ว家己會做家己頭毛咯家己佚佗免去講我會驚我 partner 無時間還沒款嘛แล้ว家己來啦我會考慮到我 partner 安怎看我不會人白白就冇啦因為老長頭毛知哦是一個 big change 嚟啊是咩？到你變去我同你講，啦係講我俾靠我翁嚟看，我就特頭文未做啊。因為我只大單，我做物件，我是冇插嘅嘛，頭毛啊咩，所以我就做特別，我感覺到伊本無好啊，你感覺講我特別款特別安怎？我想我看 ，OK，所以咱講咱人做人無相啊，所以我特別我係打扮啊，我穿衫還是我係。
decide 我 fashion style 嘅了啊，我唔捌考慮過講伊嘅暑假是無暑假，我知講伊嘅暑假無暑假，特別我無插伊暑假無無暑假，關意哦，OK，我成日特別你會啦，你會想講想到伊講，唔知我伊感覺無爽嘅啥物哦，是無啦，因為佢是要留長頭毛嘛，แล้ว你就知你安尼短頭毛要留長，嚇，你特別你特 go through 別隻過 ugly 一個 stage，半年，還是9個月嘅 ugly stage 嘛，尷尬時期，แล้ว我佢是問性格嘛，我冇插 fuck 嘢，it 做咯，留嚇แล้ว個留3個月แล้ว個對檳榔節嘛，佢是我會叫我對檳榔2個月嘅。是啊，點解是你拄到我是？對，就是佢是我對着你嘅事，แล้ว佢是我 ugly stage 嘅事咯，我頭毛愛長未長，未 set 未係咪嘅了嘛，แล้วอันนั้น咯แล้ว對佢แล้ว有拄着真濟朋友們參照新嘅朋友們咯，แล้ว佢後你已經到法國多幾年啊？對啊，你已經到法國。我16年個再搬轉來法國。所以你去法國 OK，來講到對我係人我係 timeline。嚇 ，OK timeline 就我咩對 OK。OK，so 我2011年我特別寫，我就加我特別寫成日講就點嚟自講 no 真係啊。2011年嘅時我就過來咯，過來這邊教我下一口學時嘅係你法國人，แล้ว2013年嘅時我轉去，我轉到馬來西亞。OK。แล้วก็เอาภาษี13นี้กับ16นี้ว่าเบส CKL 咯我的死要 OK，然後自抗13個都對嚟，自抗13個對邊領自抗13對邊領OK，自抗1是頭一擺去法國嘅事對 OK，了แล้วว่าตู้รู้是自抗13誒唔是哇你聽幾年冇你到底法國對แล้วก็เอา是 OK，แล้วก็เอาภาษี咧ว่า對起มาเลเซียว่าที่邊領消息自落個月咯，然後除掉講แล้ว自頭落 KL 咯，然後係是嗰時13年落 KL，搞個16年咯，然後我 KL 個發生，我 KL 個做正濟物件個，冇發生特，然後16年個後 KL 了咯，然後16年對後對嚟 Paris 咯，搞個當機咩咯，再搞個當機。OK，別嚟睇嚟。這是來交叉。做新聞報道各位觀眾們，我自抗11年是去法國啊，自抗13年跟自抗16年是佢去檳榔跟吉隆坡咯，你自抗16年個都對嚟法國。好笑，啊！即係報個新聞就係可能等陣我想下，佢哋叫做喂，佢哋 picture in picture 點樣做啊 ？picture in picture 我係做 picture in picture 做，哎呦死我未記 shortcut 係咩？係咪 picture？哇！想報個新聞嘅事安尼。這特別。teleprompter 啲咯，teleprompter 啲咯。讀證。自抗11年是，自抗11年，咱嘅上班啦，真係就啲法國嘅。自抗13年時就短期檳榔去吉隆坡幾3年，แล้ว自抗16年是個就短嚟法國，就短搞個當劍自抗14年。OK，是嗰隻4年半啊，所以你到底你去。所以你去到法國有2年了啦，所以有到2年了個都轉去，還是本手個轉去啊？無是阿妹，就是轉來是本手個轉去嘅。一間去檳榔還一間啊？
哈利法國人咯，嗯啊，แล้วอันนั้น咯，so 講下到咯，so OK อีกก็ย้ายตัวขี่แล้ว哈 OK โอเคแล้วเพราะ reverse ว่าเพนี่ราะว่าโอหัวหัวบุ畫本ญกันแล้ว叫佢แล้วโอ阿廖 เคแล้ว français starting หาเกี่ยว AF เกี่ยว AF AF 哈 OK แล้วขี่ AF ขี่ AF ทักแล้วเท่าทักเอซีกันแล้วก็想講就係型都滯喎，哈你想講OK 成個硬模呢 translate แล้ว呢อันนี้เนี่ยมาแล้วไอ้เวย第一節課嘅時，伊假如按照讀 A 到個 Z，哈無改變真大啦。哈所以我 feel 到講OK，該型呢，嗯未共苦咯。嗯，你話實 confident 咧，A 1計佢發覺冇問題嘅，แล้วก็ถ้าสิ level 因為咱 European 嘅 system 是安尼行的嘛，เลย language 嘅 level 咧是 A1 A2 嗯แล้วก็B1 C3 B2 誒แล้ว C1 C2 อันนี้哦款嘅咯。嗯 So A1 A2 是較一種kindergarten 小學嘅囡仔嘅 level 嘅แล้ว B1 B2 是中學出來畢業แล้ว如愛去 university 還是唔係是較一種嘅 level 呢咯。แล้ว C1 C2 嘅是較一種真 pro 了嘅，就是講如會寫一本冊。OK แล้วuniversity and above A level ไว้ OK，所以你俾佢發覺他才你都俾我係你 C1 C2 รู้ 嚟 at 嘅，least ไป B1 level 咯哦 B1 OK，อ่าแล้วก็เอาทัก咯ทัก A1 แล้ว想講OK 因為嗰時我都唔知法國是法本是絕坎坷嘅，我唔知你知聽估唔係好嗰時唔使講落行講，就係胡對，แล้วก็เอาทัก咯แล้วอีเจ法國人อีมุง講 OK maybe ทักกา A2 讀夠แล้ว還是 A1 แล้วหลัง嚟法國อันนี้關咯。แล้ว當劍時候 Q 我們 feel 就講อีบุญ冇講係做正濟，伊成日學รู้淡薄แล้วexpect รู้自己我就講生存下去所以是安尼款咯。嗰啲做淡薄特別你都俾自己執生，可能時間自己是對，แล้วถ้าสิว่าบุญ唔知嘛，แล้ว我บุญ要求真濟，因為我บุญ唔未知曉，未曉本咯。OK 咯，แล้วถ้าแล้ว伊講一出了你睇啊，就啲即係別人嘅事，ถ้าสิ唔知我係記是千幾安尼款，哦，無夠千個一地，哦，無最貴 cost。依個貴 course cost。讀了是你談係咪 A2 嘅，還是教了是 A2？OK，成日你讀 A1 level 咯，你讀了要考車嘛，後你去考咯 A1 แล้ว你ก็繼續做 A2 咯嘛，ก็จะ報名後你去讀 A2 咯，อันนี้款แล้ว讀咯，成日是讀3個月還是4個月哦，你還是頂了，我係記冇因為我 intensive course，所以即是一人2禮拜讀2節，做一人嘅哦，伊唔是成日規班嘅，是幾班呢？哦，做一人咯，睇下先，แล้ว我係記我讀嘅時，我係 Glasgow 加過嚟 Q 呢，教了冇是本地人馬來加西亞人，領妹啦，เป็นนังลังกันแล้วแล้ว有時個日講福建話出來，哎，你以前細有講福建話啊？以前細是學個人未哦，曉，以前係福國人嚟，因為我本冇講真好，所以伊人頭加齊嘅時候，我會記，伊人冇甲你講阿妹咗，伊人甲了用甲你講法本，嗱講你安尼看了伊嘅時，伊就知影咯行機啊，了，แล้วอีตัวอย่าง body language กับลูก做物件咯，即係 fully immersive 啦，怪好本啊，你看，so 有時即係辦就是真正辦，因為有嘅先生伊人袂曉講阿妹，伊人真就是法國人，袂曉講阿妹，แล้ว伊人就是愛教你法文嘛，so
所以無需要甲你講阿嬷咯。อืม還是會記，แล้ว伊actually 我 A1 讀出來，阮無講真正會曉講過，因為 A1 level 你真係別講話過誒，你敢若會曉梅咯，還是講OK 你愛買一支 baguette กันไหนเขาเกี่ยวกับบักเก็ตเนี่ย อันนั้น咯，แล้ว真正 Emily in Paris 還是แล้ว講別這話咯。所以睇了伊個講，OK 來法國嘅時，伊對應互我對應嘅 visa 是叫合成嘅 visa，因為我甲伊阮爸魯甲按怎講啊？上誒上一個 timing 拄面嘛，然後你若講愛申請一個 visa，講蝦米為了你嘅親人咧，我冇搞掂申請一個成個 visa 小渣啊。actually 本無安尼款嘅 visa 個嘛是你哦愛交英還是正嘅簽字，蝦米款了 OK 較有 OK 誒，哈哈哈你袂去一個 啊對 embassy 甲伊講，伊是我老婆互伊一個 visa，不可能嘅嘛。嗯所以唯一一個辦法就是因為咱馬來西亞免 visa 嘛3個月爾，哦 OK 特別袂ไม่ใช่ 袂 overstay 佇3個月講接觸嘛嚇，然後伊講 OK 咯，合成 visa，อืม然後報名咯，找學堂報名，然後有一間接受你知哦，嗯接受我，特別伊是 conditionally 接嗯嗯受嘅，然後伊講你嘅 level。你法文嘅 level 被 B1，伊甲學你接，所嗯以伊會學你，伊會學你喂記得講即個 你記讀 level 阿升咯。咩啊你記讀阿咩啊別記啊我問題會去讀 industrial design 哈嘅，哈哈แล้ว因為我是甲 computer 係咪㗎了嘛，嗯是個 Apple 然哈後是甲 Apple 係咪咯，然後係是甲想愛去做呢款物件咯，然後嘛再談到一個 conditional 爾嘛，伊就無講接受你，特別是會互你接來法國嘅咯。อืมแล้ว即法國人伊講不要緊咯，有啊嘛，所以人申請 visa 了過後來這邊個再繼續讀你嘅法文咯。อืมแล้ว過來咯，談到 visa 咪แล้ว定時節半教講do my parents 咯，因為人佢條 哈哈 visa 嘛，哈對對嚇對教我出來人講啊啊講到別記話อันนั้น咯ยัง感覺實在奇怪呢你用個路成講อืม每話路啊 make sure 路 OK หัว นะอ่าไว้กอกับไว้กูมากันแล้วบนคีตู้อีคีฮาริดีเนอร์哦ตู้อี，make sure 即看伊片路啊是沒有啦。你還是อืม你甲你啊值啊，還是最主要你這到底ไว้แปะ你白哈，ไว้แปะอืม你甲你白講而且着，對，所以 actually 還是我發到本在我甲這法國人嗯，有來往有咯，有咯，唔是有咯成來去，已經有家己感情啊，只是個種有來來往，往啊，有是哦，來往，來往แล้ว就是อันนี้款咯，แล้ว我係爸甲我講，伊講你去甲你伯尋常咯，這邊嘅。OK，แล้วไอ้แปะบนใจที่เขาละอ่าทำอีกแล้วอืมแล้วอันจะ講ไอ้แปะบน講看到來路為了 future 路嘛過去法國咯อืม反正路本是 art ใช่ไหมอืมแล้ว法國本是 art 是一個 capital 嘛อืม so บนโอเคละกันแล้วบนอืม แล้วอืม 你厝人本是成啊，哎呀，是無講真正完全放心的他們啊，so 冇幫心到這，因為我係出來人地斗拄伊爾嘛，แล้ว啊，我本無甲我出來人講安尼物件，嗯無 share 安尼款誒物件嘛，แล้ว還是甲咧我小妹甲阿毛單本細漢，無可能甲人講安尼物件嘛，伊人都袂曉，แล้วโอเค咯，แล้ว成日還是本甲講誒，我係爸講伊是無好誒人，伊講伊毋是好誒人。嗯แล้ว我爸個話我講看你去法國去掃白啊，本對掃毒係咪做呢款物件？哈哈，แล้ว我媽就甲掂咯，我媽甲 Wise 伊講
伊講來去落去咯，特別等一日來轉來是來會曉轉來咯。你嚟講，我講係了。然後還是本隻 awkward 咯，紅險一個人愛上架講 sponsor 我去下邊讀冊，嚟講，因為無教我 parents 夾累吧，我本無教我 parents 講袂夾累下邊，我講我會啦，我家己去下邊，會拍工啊下面咯。แล้วว่าบุญใจภาคเกาะunemployment rate อันนี้กว่าเลย等，然後你去教法國了是安怎？แต่แล้ว飛機票俾要飛咯飛แล้ว你家己搞出去做價工是冇啦自己出，OK。因為下次飛機票我係記咱會一你俾秒哈， economy 咱會一秒哈，法國人咱應該會一福建的名。法國人咯冇成日我講成日阿學啊，阿學啊，阿管啊，那名要，就是講要這，安尼等，等下等那個話闽南嘅等人名，伊是啥物名咧？阿華啦，OK，所以咩阿華啦，法國嘅華，แล้ว阿華，แล้ว阿華我就對阿華佢來咯，阿華佢來。阿華頭都讀冊啊！你行啥別嘢你看？哦，然後阿華出去，我哋去讀冊，然後去搞咩樣子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ตัวอีชูแล้วอีชูเป็นจะเซกิง嘅嘛แล้วแล้ว去 AF 嚟這邊個再繼續讀 AF 一個有上億嘅學堂是伊是規世界有㗎了嘅嚇伊是規世界有㗎了嘅所以繼續讀แล้วแล้ว我 feel 就講上個是趕袂赴，因為伊人嘅 enrollment 是9月嗰陣哦。แล้ว我去接法國時是4月，แล้ว我想講會讀甲 B1，慢慢再來袂赴，完全來袂赴。แล้ว搞後尾 miss 掉佢哋 window，佢哋 timing 所以無通讀到你嘅一間學堂。我本知會 miss 掉啊，因為我算一時間算起來較無準爾。แล้ว我講袂啊，我甲伊講 ，maybe 我揀另外一個學堂，有可能較放棄過。แล้ว揀着揀着我嚟美國嘅啊，你美國，揀美國嘅咯，因為我買了時間你知哦。陣間如果安尼落去，如果等間明年嘅9月你知哦。一年我無做着物件，甲會我人 Asian 真差，袂安尼款省時間嘛，對哦。แล้ว對伊來講是一年嘛，嘛等咯，嘛讀落法文。我講袂，我來這邊唔是為了唔是為了讀法文的，我來這邊是為了一個生活的嘛。แล้ว成個我個無 financial freedom 個嘛，所以我真係愛做物件咯，愛會做物件咯。แล้ว佢尋常咯，有一本看，唔講 OK 咯 ，actually 本無差嘅 tuition 嘅แล้ว OK 咯，แล้ว換學堂咯，แล้ว一頭 actually 你大邊學堂 visa 影響嘅哦，你特別成幾套無影響到，無影響到。所以拄好迄個學堂，伊看我 case，伊講 actually 我已經有一個 student visa 了，是講我愛換學堂爾，因為我袂曉講法文，แล้ว我嘅阿嬤個 OK 會嘛，แล้ว馬來西亞本讀阿嬤嘅嘛，แล้ว伊講 OK 咯，แล้ว迄個學堂伊接受，แล้ว做好時了咯。伊人本生工就免甲我討 visa 物件啦，干好我自來讀爾。แล้วกันก็去伊 office สังกาforeign affair 毋是 foreign affair 啦，สังกา一個因為你國際學生嘅
department 管下你 department 講換去一個學堂呀咯，你去政府嘅，你是講你去政府嘅去政報府告講，你去對 report 就係講，OK，我等下換學對，堂咧。OK，然後下你學堂本去 report 一下咯，就好時啊咯，嗯然後就 start 讀啊咯，嗯，讀啊，我譬如講嗰陣成個學話成日畫起來你知，因為頭一個喺你法國嘅學堂，我唔知我做蝦米個，我本唔知蝦米是 industrial design 嚟，所以我唔知拄到蝦米款嘅物件，所以一個我接其他 person 就是 actually quite familiar 了，然後我本知是只一蝦米啊，一門一道工一工，本是讀photo 嘅嘛，然後這是只 photography 咯，所以讀起捌來，加即個特別領事冇捌做過迄小影嘅我做後期嘅咯，後期叫咩後期啊？後期。後期所以後期成個就是後期就是成個人翕了嚇，你翕小影做水水嘅了，對了 client 嘅物件了，你送回學人嘅咯，這是後期啊咯。特別你捌看過伊做工啊嘛，你翕小影嘅時候，變講完全真係是新嘅，一項工啊。這就落手落去做是我知嘅了啊，特別 concept philosophy 嘅了下嚟咧，我未曉過，因為equator 冇教，伊人干那教 technique 嘅物件啊嘛，所以這裡我係我會記我 syllabus 是photography 咯，แล้ว color แล้ว art history แล้วก็เขารู้ทัก係咪สังกัด是 literature 還是 writing 嘅物件，有ทัก快捷，特別有牛毛嘅啦。有阿毛嘅了，แล้วอีหลังสินแส本正 diverse 有阿毛人、美國人，แล้ว法國人，แล้วก็有สังกัดไปเลยEurope country 嘅人咯，so 我會記伊人本帶人去看真正濟 exhibition 學嘅話講，我就講展覽，哇，展覽會啊，人講展覽會咪是 exhibition 咯。展覽是 exhibit 啦，展覽會是 exhibition。展覽會啦，華語就叫。對，展覽會。OK。所以這個學堂咧，伊人直直互人學生去看展覽會安尼款嘅，แล้ว伊有一道毋知是蝦米festival 啦，แล้ว有真正一個展覽會，然後其中一個咧是伊人請著一個真正大、真正有名嘅 Magnum photographer、wall photographer 來互講座。演講講講座是演講啊。演講對我來講，講座是演講對，講座是講道理。是叫演講。我演講是 actually 演講是演講，唔是講座。演講啦。OK， so 伊這個因為佢是人這個 organisation Magnum 啦，搞緊件是真正大嘅。伊是 photographer 嘅不，這是 camera 嘅 photography 嘅 organisation。OK。organisation，แล้ว嗱講一個 photographer 佢講I'm a Magnum photographer。就在一直在大咖了。OK。這叫名聲啦，即有一地位。你在成個美國91發生過後，嘛是拍戰咯。然後有一站嘅是2000年頭年尾嘅是有真正一水嘅拍戰嘅小影出來。是 Magnum 嘅成個真正 art 安尼款是伊人安尼款嘅 photographer 咁了去翕嘅咯，真正偉大嘅，伊人做嘅物件真正偉大。แล้ว
這是國安尼咯，際了攝影師嘅團呢，還是法國嘅呢？即係 國際 Magnum 佢嘅講，國際國，OK，際嘅了個互人去看誠濟甲 art 嘅 exhibition 咯，安尼款咯，了我人嘅 syllabus 入面有教人photography history 嘅歷史成個第一條小影安怎翕出來，我個看過，啲法國有一個 museum，伊是真啲燒料，啲伊個迄個 OK，so 翕相嘅是叫翕相咯，翕相咩使？攝影啊，翕相嘅講攝影翕相咩使？翕攝影是翕相嘛吼，翕相是真正新嘅發明嘅，上個是兩百幾年啊，然後咧伊是 actually 一個 German 伊做即個伊個德國人伊做即個藥出來，所以即個藥嘅藥水咧是sensitive 甲貴嘅，OK，了會曉用嘛，無人會曉用即個藥水，毋知伊家來做物，了過後是一個法國人嘅來 test 看，用咧德國人發明嘅咧水嚟用嚟做攝影。對，了過後咧，伊人即法國人，伊就安怎講啊？甲研也即藥水嘅 formula 來研究咯。了 actually 是即個法國人嘅，伊做較好嘅藥水出來，伊 refine 出來。OK，伊個做可以進步，但無啦用你德國人做嘅物件藥水做較好個，可以進步。對，然後就變做成你藥水時間嚟 develop 伊嘅攝影嘅效是物件，其實又係特別 film 嘅嘢。伊 actually 無個，伊 actually 是隻藥水咧，你特別抹啲一地鏡地面，你抹伊啲地面了，你放落去，你再下一種較酷，多粒嘅，然後一啲薄冚落啲頭嘅，嚇，愛薄冚。你叫咩啊？冇知喎 ，because 我知個你叫咩 lithograph 唔係咩 graph 係咪 too right 嗬？我就佢除攝影佢除掉。first camera，OK，OK，我除掉 first camera，等陣看看 first camera 是安怎嘅，是唔是這？我看是，哇，你大粒嘅這 world's first camera 對 ，OK，你看你倒手邊，這你 like 佢，你看到佢裡面有 Nicephorus，這是伊就是人伊咯，佢哋是法國人啦，法國人，即係捏啊，咩啊？即係捏嘢，Niepce，OK，伊 actually 伊袂記放佢哋 French accent 入去，我當然 send 伊 Wikipedia page 嚟看。OK，你叫到即你叫到即我較用，我看到，我看到，你 chat 安怎用啊？你 Zoom 咪 chat 啊？即係對，你是否是伊咯？了過後，你看伊落來時，伊嘅小影佇你直頭 scroll down，下一間厝誒是伊出世嘅厝，了伊本大漢到後尾，了你看伊嘅地名，嗱，Chalon sur Saône，伊是迄個位，了 actually 你搭火車2、3點鐘就到了誒，了Paris 無伊是另外一個 province。比如講搭火車2點鐘是到 Paris 啊 ，from Paris 啊，啲 Paris 搭過去2、3點鐘到了，了過後伊人合併嘅一個 village，是叫 village，金邦，一個甘榜，actually 我
是啦，actually 是 quite 感動嘅。哈，所以這感動咧，伊人有一個 photography museum，所以這嗯個 photography museum 是 name under 伊名 嗯，n i s f o r Museum，哦，OK，所以เราล所以อง去下面，我人接去看，對，哦伊翕嘅第一張小影啊伫內邊，哦，誒，即唔知有伊接下掉，暗房即 Wikipedia 有下啲頭一張相，應該一張啊，啊，等陣，對，等陣，對，這張啊，是伊第一張小影。啊，所以這裡就是你看下個 building 對面下個房咯，哦，但話即啊間厝嘅到底樓頂嘅看出來，正即間對面頂面嘅即的下，間，這裡伊個你頭窗啊眼看出來可以 嘅風景 crop 啊，去的下，伊到下哦，個窗啊翕出去的。啊，啊，แล้ว伊翕出去，I think 伊袂啥個翕快久誒，哦伊毋，exposure 是哦就高翕啦，OK，啊，毋是一戚戚秒爾，呢，迄個啊，戚戚，一秒，伊毋是一秒誒啊，伊是誠久誒，所以哦，放一放開了咯，關接了互伊嘢，個對，互伊個罐去食伊個藥水咯，所以啊，過後了，你個用一種藥水去洗，係你 oxidize 嘅藥水過後，伊就效應出來了咯，嗯嗯所以佢嗯就是安尼款嘅咯。嗯，แล้วอันนั้นเราที่ขวากันแล้วว่าให้一路就เรา當好啦 興趣本啊，路，expose 下啫โอ้จะ興趣ก็嗯สวยเนี่ยมาอีมีแกกันแล้ว嗯，แล้ว正係是正嘅 museum 嚟แล้วก็可能看哈蘇布拉小影機起過哈利過月亮嘅哦小影哦機กันแล้ว哦可能看咯 อัน哦，นี้ควาน咯鳥，แล้ว是鬼鳥嘅上面機哦แล้วactually 唔是กัน啦啊那係你啦這個整個這一起嘅效應，喲，啊對一這是 即係 enhance 過一項真係錯錯，冇 I think 這是人家嚟哦做咪 print grayscale 嘅呢，OK OK。I think 當做 yeah grayscale 呢一路看到伊頭一卡嘅攝影機哦，伊是安尼大隻咩？安尼大嚟冇 咩？actually 小影機下時咧是冇重要嘅，你敢若愛一個 lens element，แล้ว你後尾下嚟小嘅，下面物件咩使？你家己用物件家己家己起嘅下嚟起隻小，壓安啊，แล้ว伊 focus 咗是伊後尾下嚟 plate，叮當，你刷你叮當你刷伊個頭前刷伊個後尾安尼款樣咯，即是 accordion 嘅時候，即後尾對一塊物件對你後尾並隻手並嘅，你就刷入刷長，你可能係 focus 啊啊，，OK。你安怎再 是咯。focus 就冇 focus 啊？都阿解嗬，所你以伊後尾就算伊有一個，對，伊後尾伊有一個玻璃嘛，嚇所以你夾咧大啦，係你嚇嚇，冚咗薄冚頭嘅嚇。了嗬，暗了咯，所以你敢若哦，你會看看到到伊個玻璃會內邊，關入來對就啲玻璃嘅位，對，哦，明白啊，明白啊。所以你會係你 lens 特別開伊個 aperture 開個了先，嗯，然後你看咯，然後你知有一個物件叫 loop 沒有？哈，在 L 成個 O 好你看到อัน你นี้放大放อันนี้ควา大，เนี่ยรู้มากุยขับรถขี่ทะเล哦，所以你隻看，เกียร์ฮะเป็งแล้ว哦，รู้看看กากิสวารู้明無明，รู้ควาอีกากิเบงบองไปมา哦，แล้ว哈，รู้สวาเดียวรู้โซ่ position โซ่ที่ไอ้了個係แล้ว抓，รู้ทะเลเลนส์รู้ตัวไปขำเซ็ง你驚，รู้เซ็งขำ啊，เยเลนส์哦，OK，แล้วรู้出來แล้วรู้ชาทะเล cartridge จิบขี่ cartridge 裏邊就係แล้วกิ้ว你卡 safe 些就是 plate 出 land 到來。啲，係你特晚你 glass 嗯，嘅後背，後背啊，對，是，然後你叫你係你safety plate 出來咯，所以當機咩是 ready to expose 啊，所以你一哈，開你 lens 啊，個冚到對就是 expose 啊，然後如果哦，再插到對你 safety plate 冚掉嘛，咪可以關節，然後你再夾佢 cartridge 出來咯。อันนี้ควันแล้ว這本是 technique 嘅物件啦。แล้ว咱係先生個教人真正係 philosophy 嘅物件，伊個互人參詳看big 來大咖嘅攝影師傅嘅攝影，像個 Man Ray Brassai Irving Penn Richard Avedon อันนี้款物件看กันแล้ว咯。แล้ว係我覺得我人 actually quite
lucky 嘅，嗯，因為這裡基本是這小嘅阿發出了都睇啦，一間。對，แล้ว對，我個夾到 scholarship 嘛，因為我哦啲 equator 嘅，我 equator 是出來distinction 嘛，แล้วแล้ว你ใส่โท有攤 下一間學 apply 堂，會 a 使โท scholarship 咯，scholarship 叫咩แล้ว啊？係咪啊？好了，即頭你獎啦，談獎，獎學金啊，獎學金，獎學金啊，是哦，再不要。Anyway，所以你談 scholarship，所以你會談到這你會 scholarship，所以免學咧這啦啊。一條考 less than 60%，Oh wow! Oh okay. I mean, 你學 less than 60%，還是考冇，所以 60%？舊個阿妹一學40，哦還是，OK，40%呀，哦，OK，所以你看有時咯，讀落久嘅這แล้ว班，OK，所以這裡咧，我甲伊講，我佇過頭讀過4年啊，哦，OK，แล้ว我講咱會使互我一就 頭 transfer skip 過 credit 呢？first year 哈， transfer credit，so 我覺人嘅 bureaucracy 咧是真解嘅。安怎？而家唔要緊，你自己讀先，就幫我哋 哦，first year 咯。哈，你人講我人哋 process 掉類 哈， request，哈，特別，我讀了 first year 啦，阿未 process 了個，杜爛咯。แล้ว佢後咧伊拉學堂嘅 contract 本地嘛，copyright 哦，copyright 嘅本地 哦，contract 美國嘅 parsons 買 renew，因為哦，講買可以人用 parsons 嘅名了哦，แล้ว佢後法國嘅 parsons 就俾換名咯。哦，本地水嘅咋，我即期讀嘅時候是叫 Parsons Paris。哈，我報名嘅是叫 哈，Parsons Paris。哈，一個我即期讀嘅時，伊人換名變一個 Parsons 巴黎 School of Parsons in Paris。哦，一個杜蘭咯，一個我譬如講，係咪是我即期嘅時是 Parsons Paris，แล้ว出來是唔是啊嘛？哈，แล้ว我譬如講，梗係 scam 呢，梗係無 stable 你款哈，嘛，本哈，你知哦。一個真係合成本走啊，應該換哦，名嘛。嗯，即你讀安尼學堂就是按伊名名的芳嘛。哈，上屆你讀一個 NYU 啦，嗯，你接去你報名是 NYU，แล้ว你嗯接去讀嘅是紅磡是 ，School of New York，NUX อันในความใน物件，แล้ว你出來嘅時個唔知係咪名了，你知哦？嗯，所以就是隔了人問擔心嘛，然後你成日換咯，成日 換去讀嘅。Lucky，我同佢成日你成日講 Lucky 你Paragon 啊，你講我這是 Paragon 啊，特別而且佢搞話名變咗水花現，喺度，哎呦，都 check，我真都冇講價碼，哎，你都幹嘛我是滾出來。改 OK，幹嘛冇得差，我已經 super 咁打水花啦，來來，，Paragon 我哋嘅來講咯，，Paragon 是吉隆坡還是邊個我未記啊？Paragon 是邊個嘅？檳城嗰OK。啲邊啊嘛誒，佢一間 B 嘅頭嘅上面係咪就出名到啲吉隆坡嘅 B 嘅咩？ ，pavilion 咯，Pavilion 對，特別咧，邊人講 Paragon 嘅水花，แล้ว係咯，แล้ว佢真係合成走都滯喎，直嚇，頭哇百嚟學等讀了，嗯，搞個每位 class 啥是4、5 曲呢，แล้ว個貴學等本地只有幾曲嘅，個10幾曲呢，哦，哈。先生又走，แล้ว冇啦先生冇走嗯先生冇走合成走เนี่ยแล้วอันนั้นแล้ว咩啊แล้วว่าบน每啦嘛話講我之前嘅 request 講ไปทักกับ advance class 佢話佢得ทักแล้ว4年嗯แล้วอีหลังก็頂面學一個 decision 過嗯แล้ว我就讀爛了嘛嚇我講咩算呢我讀了1年我知喎嚇，
แล้วก็เอาจุดตุลาโนแล้ว我講下咩啊？嗯因為我這邊讀是。我已經會曉嘅了啊，佢就係，嗯我會曉按照用嘢processing software 嗯 Photoshop 嘅了唔曉用，我啊本在係咪 difference 是 raw file 加 TIFF file 加 JPEG file，即係你嗯嗯物件嘅了我本在嘅了，按照愛隻隻去 treat 一個效應嘅了嗯我會曉，แล้ว我嘅 classmate 呢？一個未掠到油，伊講我 Photoshop 唔曉用啊，係咪？伊個來問我講。你有會哦，你 tutor 我啦，我學你一點鐘八哦箍這邊嘅哦鐳，哦你 help 我，我哈講我會 help 你，特別你咪學我鐳，即係你真係用嘅係，哈哈所以我介意兩點鐘啊，一路知嘅了，一路會曉哦啊，แล้ว我個 อย่ารู้แล้ว feel 就จะมา講哇。คอหรือไม่ได้ทันจับหลักคอเอ้ 冇嘛，冇計去加拉呢隻，即是法國แล้ว人啊ก็รู้解係咪European 嘅學哦生，European咯，I think 伊 German 嚟，伊 อืม German 嚟，แล้วactually 每物件本錢真正英嘅係是講我受伊類嘅歹勢，ฮ่าฮ่า因為剛剛後尾我解講咧，就是อี安尼ตัวเป็นเป็กอะ爾嘛。ฮะ伊就明白แล้ว我個用電腦做互伊看อืม者，伊就會曉了。อืมแล้ว呢咯แล้วกะเอาไว้ว่าหลังเกาฮาเล semester 嘅講課時，อืมว่าหลัง assessment กันแล้วว่าหลัง是在講 actually 你知真濟物ฮ่า件了嘅อืม你 technical 真巴了，อืม是講你嘅 theory 你嘅 philosophy 下邊你嘅 artistic direction 下面你ก็เกี่ยมก็ได้加 สิ NQ 加這อื咯，มอืมNQ 加這咯，加อืม減咯，จะไปแก่啊，แก่ทักแล้วกัน是咯，แล้ว有人講特別你翕出來物件，真正水會อื直頭ม去接工來做อ๋อ物件了，ฮ่าฮ่า因為我是說，有人唔知我有做過工，อ๋อ干那我一個photography major 嘅先生，伊是 Canada 嘅人嚟อืม，Canada 叫咩啊？加拿大加拿大啊，加拿大加拿大啊。อืม即係 Cantonese 嚟嘛？唔知咧，อ๋อเขาแก่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啊，加拿大มัน是想啊人想多想加拿大แล้วอีเจเลยเนี่ย我ก็唔知伊嘅 background 過嘅，ฮ่า我淨係知伊真正會曉看物件อืม，OK 咯，แล้ว有家 keep in touch 咯，係咪㗎แล้วก็我本無先買讀แล้ว因為係你我等一個無互我一個 decision 嘛，แล้วอืมอืม直32拖我嘅時ฮ่า間，成個愛熟路ฮ่า到就下ฮ่า邊熟累出來อื你มอืม款嘛，อืมแล้ว未打閒咯，แล้วก็我直接我對出來是啊。即係法國人嘅，阿華我就發現阿發，而且我來這邊嘅時候，我就 feel 到講有淡薄無對皮啊อ๋อ喂，我 feel 到講阿發直直佇厝，伊無去做工嘅喎，ฮ่าฮ่า因為伊講，你毋是做 consulting 嘅咩？อืม你毋是有工做啊？係毋是有佇厝嘅？อืม伊講我會佇厝做工 reply email 嘅嘛，อืม然後我講。OK，無去問安尼這樣咯，อืมอืมแล้ว特別直直看伊做嘅物件啦，伊ฮ่า上個去 internet 看對新嘅 iPhone 是安怎款ช้อปปิ้ง呢？นี่แหละ然後แล้ว個後一個 iPhone 嘅 design 是安怎款呢？上個係一種 rumor 呢款物件，อืมอืมแล้วอืม看了無看伊做工，無聽到伊拍字嘅嗰種。อ๋อขณะ browse อ่าในขวา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อ่าตเนี่ยโอเคแล้วบ่聽到伊接電話，無聽到伊係咪ฮ่ากันแล้ว誒，แล้ว你都感ก็เอา覺到怪怪的冇咪對皮真正怪無對皮，แล้วก็เอา啊อันนั้น咯แล้วถ้าสิบุ้มบ่คิดมืออันนั้นเจแต่ปี我已經佇我腦內邊有一個 note 了誒，อืม就會記了這อืม個了誒。อืมแล้วก็เอา有時真在疑問咯，因為有時伊上加看電話到一半，เออ
我行過伊後尾吼，伊伊會成驚就叫個收起來就，嚟款哈啊，แล้ว我就อาการมันใจ啦，成個，baby 有有別嘅人，物件ที่ว่าเซ็ง哈，啥要逃避物件 from รู้就對啦เดี๋ยว，something มา เดี๋ 就 ยว 知นะนะ，เดี๋ยว咯แล้วโอเค咯แล้ว有時本會上แม่攞係大上แล้ว先房哦，還是大上佢大上困上房啦，是แล้ว伊厝本冇講只大間嘛，actually 是上加一個 shoebox อันใน款算是 studio อันใน款เนี่ย啦แล้วก็เอาอีอันนั้น咯แล้วอันนี้แล้วอีฮัสซีเลยอี食嘅物件咧吼，我會記啦，伊都要去甲一隻 high end 嘅 grocer 買物件食嘅。哦，所以一個正有開類，特別個冇開嚟做工那款，對對，所以伊上家人這邊會開grocer 係咪哦？先一猜個買部只，一部去猜得媽咪個買上家買，係一種普通嘅咧，一部買我會記伊搭火車啥，至30分鐘到甲去買愛物係一件，種甲阿達較好好社會去邊買 grocer 係咪個了咯？呢一兜買本百幾塊誒，這邊類食一禮拜安尼款嘅。แล้ว我有時是我會話我家己買我嘅咯，แล้ว有時我你都冇做工，人都賺類啊。我嗰時啲學堂嘅 internship 嘛，我哦夾到 scholarship 啊，嗬，喺你學堂佢 offer 我講啲學堂上下做 intern 咯，所以，OK，一禮拜袂使，一禮拜上下是袂使做超過20點零，大概是安尼款呢，แล้ว一點鐘唔知是6塊還是收入幾冇計賺到，叫賺到類，แล้ว一禮拜ทานสักก็60塊ใน款แล้วอีแบ่งอินเอาว่าใน款呢唔是靠類 tuition fee ใน款呢啦，是只好รู้แบ่งอิน類so อันใน款咯แล้ว家己生活อันใน款咯แล้วกับ有一走是我 feel 到我記到แล้ว等你出去嘅時我去 check 伊嘅冇 computer，我 check 伊 computer 我 check 伊電腦因為電腦係是冇辦法說嘅嘛你就開嘅了直頭接嘅了แล้ว看 email，看到咯看到一啲面冊對面加一隻少年嘅打波還是有加隻少年嘅打波flirt 咯到底類香港嘅還是亞洲嘅？無亞洲嘅，伊真正暑假人東南亞嘅打波。OK，然後當然嗰次去加亞洲，尤其是 Malaysia，尤其是 Malaysia 打波。安尼款咯，然後伊有甲幾口講，啥是4、5口安尼。伊講我暑假路係咪我愛路，我梗係希望路來法國甲我過日子啊。等，แล้ว還是咱怎樣路，成日着槍我家己成日，特別還是你家己特別心入面有淡薄。所以等你對來咯，你對來啊，問伊咯，我講係咪數，我講我淡薄看你 Facebook，你面冊，แล้ว係咪數，你過來甲爸嚟打波，安尼款，你過來帶人過來啊。然後吐一句講，咱厝都無位困啊，咱就互人困。安尼咯，แล้ว一口咧，伊就真正，伊 actually 當今上對去啦，伊真 actually 是一個甲無 education 嘅人。所以你錄咗嚟，OK，這裡對，這後尾會講這，所以還是上面是，我甲伊講嘛，我講，上面是用阿嬷啊，用阿嬷，你哋不要學緊話，學嘅嚟嘅。我咧講法文啊嘛，baguette，你就去學食噶，你 you baguette you。
แล้วอันนั้นแล้วอีถูก講哎呦人都無人就佇亞洲嘛亞洲嘛แล้ว我人佇法國無關係嘅哦，OK，你會接講，受啊？อันนี้理由啊，你袂接受嘛？又講哎呦，甲人安尼 flirt 爾嘛，人都無在即邊然後伊講我人就佇法國了你怪蝦米？安尼款了啊，如果了你到只到了啲邊啊，你插我去甲白國人講話，對成個無對數嘅可對能，就是安尼款咯。then 我們你怎？แล้ว過後我聽個們ทับไปแล้ว大概我，亂者差不了咯。แล้ว後尾是伊個 semester 完了啦嘛，因為直接我轉來是伊甲我講我後一個 semester 我袂講語啊。我講咪數我係你 scholarship 本價緊嘅濟啊，個 more than half 嘛，你敢若學40%係咪貴呢嘛？แล้วก็伊甲我講伊個 bank account 佫剩9,000幾箍呢。伊互我看隻伊 statement，我甲你講伊拄我 parents 嘅事，伊有互我看，伊還是百幾千 euro 呢，還是伊有互我看，伊有百幾千 euro，แล้วก็過來搞啲法國，然後生活一年甲幾年後，搞只有剩9,000幾咗。然後 feel 到講，你毋是做 consulting 係咪幾年咩？係咪數無累積來嘅？แล้ว我直直看嘛，無累積來啦，直直算嘅。แล้วก็伊就點咯。上加你講一你先話，แล้วก็着掠着嘅感覺。แล้วก็迄這是後尾我家己發現到嘅，原來伊遐個百幾千嘅是伊爸過身嘅時留落來，互伊遐個女嘅。然後伊一個人嘅是，我 feel 到講伊是毋捌做工過，伊讀冊本無講真正懸，แล้ว伊直直甲伊個寄女。你捌拄過一個？有一個真好聊嘅，一個個家庭是大財生嚟，整個大學成個一個嘅是讀個 PhD 係咪個聊嘅了佇大學教冊係咪做教授嘅，伊個職業本是安尼款嘅 level 嘅。แล้วลูกกายัง識哦？你捌樣個樣識哦？我 feel 講一個拄我嘅時是上加學面了咯，學即條面來拄我了 very 真係 cordial 啦，真係。樣嘅感情。OK，他是一直直甲我講，我 feel 到講是伊甲我洗腦，伊講一個入了一類，好了一類，賣互伊用，就管了一類。特別我 feel 到講，你應該唔是一類啊，是硬硬愛去搶回來嘅แล้ว請到話本 feel 到講毋是互我用，是互伊家己食甲了。上加你看伊食嘅物件甲了，會去食安尼好料嘅嘛。แล้ว一個我甲你講我較久甲伊捌病時啦，我無甲伊寄類嘅真嘅，我無甲伊寄類嘅，伊買蝦米我食呢。แล้ว有時上加我學堂做功課嘛，我會買 film 會買下嚟藥水，會買supply 甲伊寄呢。我家己生活我係蝦米生活費生活費叫咩特日開咯，平阿面特日就開用。係我無甲伊寄咗，係是我 internship 嘅類嘅，我家己然後好彩係是無蝦米朋友。無朋友，成日無蝦米朋友是有朋友啦，特別搞本讀冊嘛，佢了本真係 busy แล้ว有可能一個月出去兩三兜安尼爾，有可能一兩兜對一兩三兜安尼款爾。欠本嗰個，真係欠咯，真欠。แล้ว你感覺就像淡薄即係是你不 OK，
你過日子，然後呃，你成日我袂講直直着這啊，直直成日都被扣了另外一個人你看，無，還是我 actually 無 feel 到講我可以咋，因為我已經我同你講啦，下句話講真正放棄呢，你知哦，真正放棄呢啊，你3塊4塊啦，你就會買到一半的 baguette 嘅 sandwich，แล้วแกจะเอาlong black เนาะ3-4塊呢咋？แล้ว你哋食個飽了แล้วก็好食因為 France 這邊冇好多 chemical 嘅物件，伊人嘅 ham 伊人 ham 嗰是正正 ham 正正 ham，伊唔是 processed food 嚟，所以你看出來真正 feel 到講 OK 啊，3塊4塊會買到咋？一下久啊，我跟你講，我諗這 metro 嘅鐳啊9 八呢，你知？OK，坐車啦，就是講搭坐zone 1啦，你 zone 1幾時幾走啦？any stop 9 八呢，我會記。แล้วก็เอาประมาณ期咯，當然期間我可以。哇，就 more than double 啊！特別咱嚟看 revise 咱點寫是，還是只講一咯，即是20，不13年前，有13年前是不是？哈，13年前。อันนี้ก่อนเนาะแล้ว我講他是本真辦意正你佢講，但係你未講你啊，伊無講你出來啥物啊？你使大名大。無他是咱本無 plan 本無講嗱講อันนี้ก่อนนี่มีการ發生係做翻冇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ว้ว่า每你有笑咩？你講你有笑咩？無特別我疑一隻物件，我講蝦米事你甲我講你是做 consulting 特別你無累接來你有啥邊邊咯？你肯講嘅？我就講邊邊就是講啥有。你做咩事？我係事啊！你未做咩事？你每呢這你有啥講？對，伊講這無關類事，伊就講這無關類事，แล้ว我就講 OK 嘛，我甲伊講我袂安尼畫落去，因為當今我知道講這個你互我看的類，毋是驢誒。แล้ว我用到這個類，我都毋知是絕嘅類來。แล้ว我 feel 到我該 guilty，你知哦？因為我想講是，你這類是 OK，你會成講話成了，個後尾我會了，我出來做工，人家白寫話。當今無啊，你到咗你即係款嘅新人啊，新人學緊話叫咩啊？你我無嘢咯，只有無嘢嘛。我講你 break 掉這裡，我安怎去相信你？對，แล้ว我講我袂安尼生活落去，你這人甲了物件是一個騙話甲了，แล้ว伊點咯，伊袂講啥物，แล้ว個後甲個三下禮拜，三個發生了，แล้ว下禮拜，隔一個禮拜。我就去學堂咯，แล้ว我甲迄個學堂嘅admin 講，我講我敢若會讀甲這個 semester 了爾，我講我後個 semester 我袂來了。แล้ว伊人會直直伊人成個愛 sales 嘛，直直問講哦，蝦米事啊？咱會蝦米啊？直直問蝦米事蝦米了。咪綁路還是種嘅，講哦，你係咪 problem 嘅話，你就甲人講啦，看人白白 solve 係咪個了，咪綁人，因為愛你累嘛。第一個我甲你講啊，若講你拄着也是聽眾人拄着安尼款嘅物件啦，最好嘅一招就是甲人講，哦，我有 financial difficulty，這頭平面啦，OK，這頭。所以就出批寫講 OK 你 drop out 了拜。分了一點寫。
真一正真正 materialistic 咯。嗯แล้วโอเค咯，so one thing solve，โอเค我等stop 咗咯。嗯แล้ว個後，我就直想講，直想我的未來係安怎咯，我 future 係安怎。嗯然後第二，我 feel 講，袂啦，我袂甲即直講騙我嘅人生活做只大落去。哈嗯，然後我就講，我講 OK，maybe 我本手對於馬來西亞，嗯，哦我講我係對買款裝，嗯然後啊啊確定咗咯，然後嗯我還是個捌到咩決定決定叫確定啊，哦，然後佢後還是我本捌Brunei Embassy 嘅大刀會行。哦แล้วอีหลังBrunei Embassy that means is a consulate general 好 consulate general again ambassador 嘅 ambassador OK แล้ว真正好อีหลังหันนะ真好真 嗯 open 本嗯แล้ว我會記我甲伊講咯我講我可能對馬來西亞我哈無甲伊講發生咩事哈我講我哈搬轉去嗯伊個好呢哈伊之後講我人你佇遮背，然後哈講我毋知咯，我也未看過。然後講不要緊啦，我人過日背嘛。你借物件哦，因為我伊講you barang banyak tak？然後講真真濟 actually，哈然後伊講tak apa you ikut lah you ikut kita。然後講 OK伊講kita伊講伊無甲伊囝背 first class，哈 tapi 人一個 luggage 爾，所以伊人會哦所以使互伊人叫你行會 耶 ex 寸的對，哦寸的係你甲了互啊。Oh 所以 my 伊講 god 伊講還是 MH370也未發生嘛。哦 So Malaysia Airlines actually quite 怪好 okay。鬼哈伊講我捌MH 啲 Paris 嘅 director，哈 不要緊啦，check in 嘅時咱白白 check in กันแล้ว OK OK 你嘅 luggage 會隨接我位，特哈別咱落 KL 嘅時，嗯你嘅 luggage 你會行咯。哦我講OK OK 咯，แล้วถ้า時我個會記所以你後尾就大樣為了買下一隻飛機嘅單嗯啦對嗯，so แล้ว因為但講你知道Malaysia Airlines 飛到個檳城真哈貴嘅嘛，哈哈所以咱為了省下嚟幾百塊、三嗯四百塊，我是搞個 KIA 一落咯，一出嗯來，然後去 KIA to 無，它是 LCCT，KIA 對 to 我未出對 LCCT ，LCCT low cost 個 Asia 個對對個去 Asia 對嘅咯，嗯然後伊講你花淡薄類買 Asia luggage 要背對嘅咯。哈哈แล้วโอเค咯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เบสแล้วทำนี้แล้วการจิเคียวกอง咯การหัดกอง嗯ไว้ตัวเนี้ยว่าก嗯องว่าเบสในการรู้สึกว่าโลคี哈ว่ากองรู้เจหลังเลยกองแผ่นว่ากองการจิจะเก็บตกแล้ว嗯ว่ากองรู้อูว่ากองรู้เจียสิอูสิเลยเจ็บปุ่นเต咯ว่าการกองรู้สิ pathologically กองแผ่นไหว啦一句嘅因為我生命，一句啊嘅存在咧，一句嘅 existence，對嗰是騙嘅。對對，我講如果盤為 parents，我出來人家了讀你食啲咧，你盤伊人。我講你唔是做 consulting 係咪？是你無做工。我講你無做工嘅，你別使呢講騙話。我講袂曉咯，我講我愛轉去，我愛家己 build 我嘅 future 咯。哇！一爆炸，Oh my god！發爆炸。滑而家滑了，一爆哇！炸，伊講伊講你安尼做哦，是你一世人做對大誒唔對嘅錯物件誤，Oh my god！對毋對哦，物伊是講伊件，你爆炸袂使是賣落轉去。對，哦，伊伊毋係話轉去，特別哈，伊講 Malaysia 安尼無出事嘅一個國家，你轉去哦，是。
哦，就唔對嘅物無件，你無正道啊去。對無正道去，伊是嗯會伊藝術線的款。嗯，我我 feel 着講就講咯。你我無插啊？講我講啊，我無你插啊，還是背背吉他，係咪解了？我甲家是當作講啊？啊，對你搞對掂㗎，你仔是咪走？你是實在對甲伊啊講了，就是煞啊！對，so 啊，แล้วอันนั้นแล้วก็เอาอีกก็講ลูกตุ้ยว่าการ類出來人講ลูก甲巴黎打波走咯，我話佢會蝕你啊！嗯，แล้วว่า feel 着講一個人唔哈，知講偏話，我 feel 講一個講都知哦，哇！我毋知是燕目生伊的時哦，燕腦是踢掉燕目的嘴巴的位咧，還是Oh my god！特別哦？你係家己有我甲伊講是，我講你講咯，你拍短去甲我 哈 parents 講咯，我24點鐘過後佇我目的邊仔看伊相信你還是相信我，哈哈伊氣甲伊無話講還是哈，因為特別啊，你是感覺就成日講 relief 咧，走 from 伊，還是你感覺就上哇，門真係 講一種感 relief，情。哦，所以你唔是講成個，哎呦，這人無 感 actually 情啊，攞就 嚟。not conflict，當 not 你嗯我 relief 嗯แล้ว我ก็着想我嗯互人留你知嗯哦嗯嗯啊所以感情着留間的款嗯安尼咯แล้วtapi 我們我無 cut 掉啦因為我們真正 thankful 我們真正感恩講嗯，伊互我來這有這邊學機會淡法薄，文你知學這 language 你知哦伊開了真濟門互我啊，伊個互我學一安尼學當學一個 semester 的物件咧啊，特別我袂甲安尼人大白白都是無正道，as 一都只係個 特別你無成日 as 一個 講講 couple 啊啊， ，so 我對伊咯，人我對啊咯，背啊咯，你其實我甲個 next 講，episode，等陣你我甲你其實個 你 next 講咗 episode，久啊你講1點37分。，OK，個互我10分鐘，個互OK 我10 OK，分鐘啊，然後你 make 然 sure 後個episode 個唔夾講就，哦，個 KL แล้วก็เอาอันจะ搬轉來個。OK OK 啊 OK OK，so OK แล้วโอเคไอ背端嘢時候ว่ามาแปะไว้มีกันแล้วเนาะแปะกันแล้ว就ว่าเลยไอเตะคอเลยเขาก็จริงจะสวยว่าเตะคอกันแล้วแปะติดเลยพลาสติกแบกอุ้ยที่เขาก็เบะเตะคออันนี้กันแล้วจะสวยมาเลเซียเวบ่อยมาเลเซียจัสโกปักเซนกันแล้วบ่ carry อันนี้หวย對住好多 Renoma 還是 Calvin Klein อันนี้地球嗰個水無水咩？我都無知，我地球是哦 H&M 買嘅，所以我地球一時一包呢，家丁。我地球是一包，唔知一包幾條、5條、10條嘅。喂，伊較頂真水誒，แล้ว個後伊成個做甲類穿，還是類下一包物件水水，我包水水你知哦，白色嘅白色哦，我點心包嘅時無小心太定去了。我心跳，心跳。我對入邊咧時我都間知哦，哦，我講係咪數我包啊冇地蓋誒，我包個膠片咧是冇地蓋情仔喎。你是離開這個後發咧，心個聽者客家地殼，心個聽老實講。冇啦，幾條？十幾條。哎呦！哇，心跳哦，搞心跳嘅。แล้วก็冇啊，膠片咧冇地殼情哦。安尼咯，แล้ว膠片咧冇地殼情啊。แล้ว你出來人咪是講話，伊看到你對。
actually 我出來人擔心我。我知啦，我看到你 at least 咪哦，是伊看到我兩年，大細胞轉來，我爸伊講看到人大細胞轉來，佢就應該是是無倒轉冇法國了誒。啊，啊，然後我們 feel 咗講解，我唔知，我 feel 講阮 sorry 嘅伊人，因為拍是我背法國嘅時，我絕需要伊人相信我，特別安尼款個人騙掉 disappoint 了。樣，我 feel 到講有 disappoint 到伊人咯，咁下時個也袂做工係咪？因為你空轉來，所以個無睇課程。我我陣間時間記去辦身俾地課，你知？哇！我覺定就水嘅，咁樣就去問三味地球。哇！就我改變咗2013年對佢冇地球。是哦，แล้วอันนี้咯，特別你出來人應該是真歡喜嗯啦，佢 at least relief 佢哋對嚟都，you know 個 OK，樣但是兩年真正煩惱嘅嘛，我感覺到。是，แล้วอันนี้咯แล้ว下時個個係好話 Brunei Embassy 裏邊個一個朋友，伊講我捌 KL 嘅幾個 editor，係咪？伊講一定 Malaysia 大陸裏邊做 editor，我介紹你捌，係咪？講落 KL 嘅時看你介人翕小影哦，係咪？安尼看咯，แล้ว個後尾 KL 下時個找到一個暫時嘅工。แล้วในโลกแล้วทุกการว่าช่วยของไว้做工咯，แล้วก็จะ打包佢去吉隆坡做แล้ว工。ไปที่กาลัมปัว咯，แล้ว吉隆坡是อะไรอะไรอะไรไปค่ะ OK，2013年起嘅故事啊，是 OK。咁上唔使過嚟聽，我十二人聽過，當叫我冇注意看。感謝大家，我諗我唔知佢學到翕小影嘅歷史，佢學到伊嘅地球無個了，佢學到感情可能特別哇！你是你阿家咯，就阿家本啊，你想唔知咪響對住唔捌嘅人響去，然後經驗嘅，你可能唔見。特別即是當然講起來好聽啦，故事。我聽下嗰時哇，你係成日 stress 成日逼切哦。真係 stress，然後散哦，因為嗰時如果上加係一種你準點落去啊，你如果未甲你如果人講，鋪掉你如果唔知會去到你一個方向，你知你唔知你 direction 㗎了，安尼咯，แล้ว嗰時站本真正看到蝦米就做蝦米啦，就看到蝦米工就去做蝦米工。但就 desperate 啦，如果成日點就被為咗你前途有拍算嘅人，所以你袂使講哦，這條單啊，冇叫做不插咁樣，冇使咧法國人阿法嘅 mentality。對，阿法就是安尼款咯，阿法伊對單人互伊累爾咯。OK 啦，下禮拜咧，就是兩位都嚟聽，到底哇，這個我感覺到去吉隆坡上嗰一段嘅感情喎。哇！咩物件 ？OK。吉蘭坡互人拍哎呦 ！Oh my god！OK，你 teaser 就好，你 teaser。未再看咗聽有即係互人拍，下禮拜特別到對嚟收聽第四集。即係未記，我嗰陣未記講啊，即係那時講落是愛。我真係未記，那是愛支持邊啲學見咧，使去到這邊頭頂下就我或者變做邊啲學見.com/support 咧，一邊對教你講安怎支持邊啲學見 ，OK。然後那是講下禮拜咪冇聽到這個冇聽這個300讚到可能。拍故事即特別接咗聽下禮拜，然後往這6月咧，這幾個6月是聽嘅啦，這個咱嘅300讚嘅故事 ，OK，咱慶祝 Brightman 咱嘅放假月，咱用這個咱冇翕咗小影個，咱翕咗小影，咱這 episode，OK，咱咪上 post，都係冇上嘅 post 上報，咱這 OK，這 episode 就地殼上。碰見地殼แล้ว加翕小影，小影咧，喺度翕佢嘅
哎呀，普吉嘛，搞到落海，我唔知我我知你協調未？去掉。OK，感謝下個禮拜，咱個再過來收聽把你另外一集即第4集講安怎什麼不啦，再可能拍，拜大家，拜。拜。誒，安怎無換先？等下。OK，頂一禮拜冇聽到 episode 到這邊嘅聽，讓往幾日聽，三不再告訴正定，了聽頂一禮拜 episode 這邊聽，我再支持邊啲學嘅，感謝禮拜再見，拜。